Hello，各位好，歡迎大家撳入嚟睇我嘅片。如果有睇開我嘅片嘅觀眾都知道，我已經冇做空姐啦。但係冇做空姐咧，就唔代表冇旅遊資訊分享俾大家嘅。如果有睇我之前嘅片嘅觀眾都知，我以前係讀酒店管理噶啦。所以今日呢條片就想結合下我之前讀酒店管理嘅少少知識，同埋我做咗空姐飛咗咁多年累積落嚟少少住酒店嘅經驗啦，同埋去咗咁多次旅行，我究竟係點樣揀酒店嘅咧？就喺今日呢條片一次過同大家分享晒啦。而今日呢條片咧就會分開3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我究竟點樣揀酒店去減少中伏嘅機會咧？而第二部分就係我究竟飛咗咁多年，去咗咁多次旅行，我每次入到酒店房，我會做啲乜嘢去令到自己更加安全咧？而第三部分就係關於清潔啦，同埋我究竟入到酒店房，我會做啲乜嘢令到自己更加方便，或者我會帶啲咩過去令到自己住酒店更加方便舒服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記住睇落去啦。第一部分同大家分享咗我平時去旅行點樣揀酒店先，因為如果我做空姐我飛嘅話咧，揀酒店呢部分咧就唔到我揀噶啦，基本上係公司分派咗我哋住邊間酒店咧，我哋就要住邊間噶啦。所以今次呢部分我會主要針對自己平時去旅行，我會點樣揀酒店去減少中伏咧。而我平時去嘅地方都不外乎係大家會成日去嘅地方，例如日本、韓國、泰國啦。咁所以我今次咧都會主要分享喺東南亞或者東北亞點樣揀酒店嘅。至於歐洲啊、美國啊，可能有第二啲方式。而我自己都唔係好熟啦。如果有觀眾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咧，不妨喺下邊留言分享俾我知啊。而我近年去旅行最經常住嘅住宿咧，都係住酒店嘅。Airbnb 咧佢係好嘅，咁但係咧有幾個問題，我覺得係我未必會考慮到佢嘅。首先係我近年去旅行咧，比較都係傾向可能2個人啦，或者4個人咁樣去嘅啫。咁所以住 Airbnb 咧，有時佢間屋太大啦，或者係佢嘅 location 唔係真係咁方便，同埋住 Airbnb 咧，我覺得佢嗰個網頁嗰個地圖咧，佢冇一個好 exact 嘅 location 話俾你知，其實呢一間 Airbnb 喺邊度啦。當然你上 Google Map 都唔會揾得到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可能喺 location 方面啦，同埋個大細啊，再加上個清潔度方面咧，未必可以合乎到我嘅心意。咁所以 Airbnb 我近呢幾年咧，其實係少住嘅。而 hostel 我近呢幾年咧都係冇住過噶啦，因為我而家都一把年紀啦，我去旅行係真係好難去翻以前 backpacker 嗰種咁嘅生活㗎。所以我近呢10年8年去旅行咧，基本上主要都係住酒店嘅。我相信呢個都係可能超過90% 嘅人去旅行會選擇嘅一個住宿啦。而喺揀酒店方面咧，有幾個 criteria 我基本上係一定會考慮嘅。首先第一就係呢一間酒店咧個位置一定要方便。點樣為之方便咧？有啲人覺得可能係近一啲自然名勝叫方便啦，有啲人可能覺得近 shopping 嘅地方就方便。而我自己覺得方便嘅定義咧，就係呢一間酒店一定要係1條線或者1程車可以直去機場，最好佢就係喺機場站嘅隔離添。例如如果去東京嘅話，我飛成田機場嘅，我可能會揀住上野啦，或者住新宿啦，因為佢有1程鐵路可以去到成田機場。如果喺大阪嘅話咧，我可能會揀住南波，因為南波有南海地鐵可以直接去到關西機場。而點解我咁注重呢樣嘢咧？因為大家幻想下，去旅行去嗰程，你拎住個篋都覺得有啲辛苦啦。而回程嘅時候，你諗下你個篋已經俾你嘅戰利品啦，你夾嘅公仔啦、藥妝、化妝品呢啲咁重嘅嘢打爆咗你個篋喎，分分鐘你個篋係有20幾30 kg 嘅時候，你再拎住個篋去轉車咧，其實就真係有啲辛苦嘅。去旅行就無謂咁辛苦啦，係咪先？所以揀住宿方面咧，近機場鐵路咧係我首要會考慮嘅因素嚟嘅。而第二個我會考慮嘅因素咧就係乾淨啦。咁當然啦，乾淨呢樣嘢你要住過先知噶嘛。你未去嘅時候，你根本就唔會知道間酒店係乾淨啦定係污糟嘅。所以為咗避免中伏，我揀酒店通常會偏向揀一啲比較新嘅酒店啦，或者佢有翻新過嘅酒店。因為我個人感覺得咧，住新嘅酒店咧，維護方面比較好啲啦，同埋啲毛巾啊、床單啊，感覺上少啲人用過咧，就感覺上好似乾淨少少、安心少少。同埋喺乾淨呢個考量下邊咧，就係盡量揀一啲木地板嘅酒店啦。因為木地板其實真係乾淨過地氈好多噶。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保養地氈咧真係好煩。平時防務員執房嗰陣咧，最多都會攞個吸塵機去吸你張地氈嘅啫。如果你跌咗好多液體啊、頭髮碎啊、食物碎啊喺個地氈度咧，基本上係好難清潔噶。如果要洗嗰張地氈咧，係要用幾日嘅時間去洗噶。所以我唔相信有一間酒店會喺每一個住客 check out 咗之後咧，都會洗嗰張地氈嘅。所以我偏向揀酒店咧，都會揀木地板嘅酒店，因為木地板咧一眼就會望到個地板乾唔乾淨啦。就算個地板可能有少少污糟都好咧，你自己或者叫防務員過嚟清潔咧，遠遠都係容易清潔過地氈好多嘅。
所以木地板咧都會係一個我考量嘅因素之一。但係當然啦，木地板就真係唔係咁多酒店有嘅，咁所以我就偏向會揀嘅。咁但係如果冇嘅咧，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必要嘅因素嚟。而點樣可以減低中伏嘅機會咧？就係上 Google Map 睇 comment 啦。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實 Google Map 如果你 search 過一間酒店嘅話咧，基本上佢係會有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旅客住過嗰間酒店之後，都會有人分享佢住呢間酒店嘅感受啊。而好多咧都寫得好詳細㗎，例如個 location 啦、乾淨程度啦、住得舒唔舒服啊、酒店職員嘅 service 係點樣咧，佢哋都會好詳細寫晒出嚟㗎。而喺好多呢啲 comment 嗰度咧，都會有呢一啲旅客分享出嚟佢哋住呢間酒店所影嘅相㗎喎。咁所以大家喺揀酒店嘅時候咧，就唔使淨係睇住酒店影出嚟嘅相啦，因為酒店影出嚟俾大家睇嘅相一定係靚㗎啦。我覺得喺 Google Map 嘅 comment 入邊咧係比較少廣告㗎，可能有我睇唔出啦。但係我覺得有接近80%以上嘅 comment 咧都係真心嘅 sharing 嚟嘅，所以我覺得都有一定嘅參考價值㗎。而我通常睇完佢哋啲 comment 之後，如果呢間酒店係真係太多負評或者太多人同一時間討論緊某一個缺點，例如可能係呢間酒店唔安全嘅，或者呢間酒店唔乾淨嘅，咁我都唔會考慮呢一間酒店㗎啦。而作為打工仔，酒店嘅價錢都一定係我考量嘅因素入邊啦。而我自己住酒店咧，就偏向會揀一啲比較中價位嘅酒店。最平嗰啲咧，我又真係唔敢住啦；最貴嗰啲咧，我又住唔起喎。咁所以我自己 budget 可能平時酒店如果2個人一晚嘅話咧，要綜合加埋我以上咁多個要求嘅話咧，我嘅 budget 通常都係800蚊啦至1000頭左右。但係當然住酒店價錢呢啲咧就豐儉由人嘅，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睇翻你嘅 budget 啦，同埋睇翻你嘅要求咧，揀翻性價比最高嘅酒店就可以㗎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實酒店咧係海鮮價嚟嘅喎，你喺唔同嘅網頁 book 咧，其實個價錢都絕對會唔同㗎。所以通常揀酒店嘅時候咧，我都會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下，睇下我想住嗰間酒店咧喺未來我想住嗰幾日究竟幾多錢喎？因為其實 Google 有一個好好嘅 function 咧，你只要入咗嗰間酒店之後，佢就會好好嘅幫你將各大訂房網頁嘅價錢咧一齊 show 晒出嚟，咁你就可以一目了然比較多我究竟喺邊一個網頁嗰度 book 係最平㗎啦。同樣地，機票都係一樣㗎 ，Google 都可以用呢個 function 咧睇到我想去嗰個地方究竟邊一間航空公司咧係最平嘅喎。咁樣比較完機票、酒店，揀咗性價比最高嘅選擇之後咧，就可以慳多啲錢喺嗰邊再食嘢同埋買嘢啦。嚟到第二部分就會同大家分享下我住咗咁多年酒店，究竟我係會做啲乜嘢令到自己喺住酒店嘅成個過程會更加安全嘅咧？通常 check in 完攞咗時卡之後，大家都會上房擺低件行李先啦。而出咗 lift 之後，去到酒店房門口咧，我係一定會敲門先嘅。其實敲門呢樣嘢係除咗一啲迷信嘅講法之外咧，係可以 make sure 到究竟你間房入邊有冇人嘅喎。因為其實酒店係成日都會有啲錯誤，係例如你攞住嗰張時卡嘅嗰間房入邊係有人住緊嘅喎。所以如果你冇敲門嘅話，你就咁開咗門入去咧，有機會係有其他住客喺入邊㗎。所以敲咗門之後，如果冇人應你咧，就可以 make sure 到其實間房係應該冇其他住客喺入邊。而入咗去之後咧，我係唔會即刻閂門住嘅喎。我通常會用自己個行李篋頂住個房門先，然後入房行一個圈。而喺行呢個圈嘅時候咧，我會順便開埋個衣櫃，睇下衣櫃入邊會唔會有人匿埋咗喺度啦。打開個窗簾，等間房光啲之餘咧，睇下個窗簾後邊會唔會有其他人匿咗喺度。如果個床下底係通窿嘅話咧，我會順便望一望個床下底，睇下會唔會有人喺下邊啦。同埋最緊要入廁所望一望，究竟廁所會唔會又有人匿咗喺入邊喎？同埋記住望埋廁所門後邊啦。咁樣係可以 make sure 到間房除咗你之外咧，係冇其他人喺入邊嘅。因為有時係驚會有啲人匿埋咗喺酒店房入邊啦。當你閂咗門之後咧，就可能搶劫啊，或者各樣嘢都會有機會發生噶嘛。咁所以如果我開住道門，而我真係 touch wood 唔好彩入邊有人喺度嘅話咧，我起碼開住道門我都可以即刻走出去啊。而我喺間酒店房行完一個圈之後，我確保入邊冇人之後咧，我就會攞翻個喼入嚟閂翻道門先嘅。但係我檢查嘅程序仲未完㗎。喺呢個時候，我會睇下我嘅衣櫃嘅後邊嗰個板究竟會唔會有啲暗角位啦。有啲衣櫃後邊嗰塊板咧，其實係一塊假嘅板，係可以通到去隔離房㗎。只要有人拆咗嗰塊板咧，佢就可以好容易入到你間房㗎啦。所以呢個時候我都會 check 一 check 究竟個衣櫃咧有啲咩特別奇呢嘢啦。如果大家真係喺間酒店房發現有啲古怪嘅嘢嘅話咧，記住一定要同 front desk 講換房啊！始終自己嘅安全係最重要㗎嘛。而喺檢查完衣櫃嘅呢個時候咧，我就會檢查下間房㗎啦。我通常都會喺間房度行一個圈，仔細望一望間房會唔會有啲咩奇怪嘅通道啊、奇怪嘅門口係唔應該出現喺呢間房啦。我都會睇埋間房究竟會唔會有啲咩奇怪嘅燈喺度斬下，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咩奇怪嘅 set up 㗎喎？因為呢啲有機會係 CCTV 嚟㗎，尤其是天花板同埋角落頭呢啲位，大家成日都會忽略咗㗎。而喺最後咧，我就會檢查埋酒店嗰塊鏡㗎喎。我相信有某部分觀眾都應該有喺網上面見過究竟點樣檢查一塊鏡㗎啦。而慎防有觀眾唔知我講緊
啲咩我都喺度分享下啦。通常我去到酒店喺塊鏡面前咧，我都會揾隻手指或者可能揾支筆啦，篤一篤塊鏡，睇塊鏡反映出嚟嘅影像同埋你自己係咪有一段距離嘅。如果真係有段距離嘅話咧，證明嗰個係一塊真嘅鏡嚟。而如果喺鏡入邊反射嘅影像同埋你自己隻手指或者支筆中間係冇一個距離嘅話咧，呢一個有機會係一塊雙面鏡嚟㗎。意思即係呢塊鏡後邊可能係會有人望到你喺房入邊嘅一舉一動嘅喎。呢一個都係好危險嘅事嚟㗎。所以房入邊嘅每一塊鏡咧，我都會檢查。大家聽落去覺得哇，檢查咁多嘢咪好煩咯。但係其實做晒以上咁多個步驟咧，都係5分鐘唔使㗎。所以我絕對建議大家不妨用多5分鐘，咁樣可以令你住酒店更加安全又舒服㗎。喺檢查晒成間房冇問題之後咧，有幾樣嘢我都一定會做。首先就係反鎖你道門啦。頭先我都有提過啦，酒店係真係有機會擺烏龍，將你住緊嗰間酒店 check in 咗俾另外一個客人㗎喎。如果你冇反鎖嘅話咧，人哋一用時卡一開，咁就可以入到你間房㗎啦。而同時間為咗令到道門冇咁容易打開咧，我係會擺張凳喺門嘅前面，再將我嘅篋最好係大篋擺上去，而我就會將嗰個篋咧擺喺嗰個位㗎啦。因為咁樣係可以令到道門更加唔容易打開啦，咁就可以更加安全啦。咁但係啦，係有少少麻煩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少少嘅麻煩換嚟安全咧都值得嘅。其次咧，我就會攞張 memo 紙黐住酒店個防盜眼，因為我成日驚嗰個防盜眼會有人喺出邊望到我間房入邊啦。咁所以黐住佢咧，又係令到自己更加安心啦。而第三樣嘢我會 check 嘅咧，就係睇一間房究竟有冇熱水啦。因為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喺間房打開晒我啲行李，準備沖涼嗰一刻，先發現間房冇熱水，所以喺呢個時候我通常都會 check 一 check 間房有冇熱水。如果冇熱水嘅話咧，我呢個時候換房咧都係會更加容易又方便。嚟到第3部分就想同大家分享下關於清潔或者方便嘅嘢啦。如果觀眾有睇我之前嘅片咧，都知道我入酒店房咧一定會攞酒精濕紙巾清潔一次先嘅。咁但係驚有觀眾冇睇過啦，咁所以我喺度都快分享一次。我入咗房之後，我一定會攞酒精濕紙巾抹咗間房嘅燈掣、冷氣掣、遙控、台面同埋廁所嘅廁板同埋沖廁個掣嘅喎，因為呢一啲都係房務員好大機會會忽略咗抹嘅嘢嚟㗎，咁所以自己抹一抹咧就真係會更加安心。而同時我都會帶定一支細嘅滴露喺身嘅，我會倒少少滴露喺洗手盆啦同埋浴缸嘅位置，再開一缸水浸佢一陣。雖然我知好多人去旅行都未必有浸浴嘅習慣啦，咁但係喺你沖涼嘅時候，你嘅皮膚都係會直接接觸到個浴缸㗎嘛，所以用滴露消毒完之後個感覺更加乾淨咧，用起上嚟就更加舒服啦。而酒店嘅杯咧，我都係盡量唔會用㗎，杯係包括有朗口杯啦、茶杯啦、酒杯啦，因為我知道有啲酒店咧其實係唔會攞隻杯去清潔㗎，佢哋只會係攞隻杯去過一過水啦，抹乾佢就咁擺翻喺度㗎。咁所以嗰隻杯啦，我係真係免得過都唔會用。而另外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張床啦。呢個時候我會打開張被，睇下張被啦同埋床單、枕頭袋究竟乾唔乾淨喎，會唔會有啲頭髮啊、血跡啊、污跡啊，又或者可能甚至乎有啲床蝨喺上面都唔定㗎。咁所以呢個時候我都會細心望一望究竟張床乾唔乾淨。如果大家沖完涼準備瞓覺嘅時候先發現張床好污糟嘅話咧，到時換房咧又係好麻煩㗎啦。同埋夜媽媽酒店都未必有房幫到你換㗎。而大家喺酒店房休息嘅時候咧，我相信少不免咧都會坐下酒店嘅凳啊，或者酒店嘅 sofa 㗎喎。但係喺坐酒店嘅凳同 sofa 之前咧，我係一定會鋪一張大毛巾上去，又係同地氈同一原理啦。其實 sofa 同凳咧又係一樣好難清潔嘅嘢嚟㗎，絕對相信酒店唔會經常清潔呢樣嘢之餘咧，你之前住過呢間房嘅住客咧，你唔知佢哋係用咩姿勢啊，或者喺呢張凳上面做過啲乜嘢㗎喎，例如可能動隻腳上去啊，撩啲鼻屎落去啊，吐啲痰落去都有可能㗎喎。咁所以為咗避免我嘅皮膚直接接觸到嗰張 sofa 咧，所以我喺坐嗰張 sofa 或者凳之前咧，我係一定會鋪一張毛巾喺上面，感覺上有嘢隔一隔咧，好似安心啲同埋乾淨啲。但係當然啦，你坐落去之前都望一望條毛巾乾唔乾淨啦。啱啱就同大家分享咗我住酒店嘅個人少少習慣啦，希望幫到未來會去旅行嘅大家啦。而大家覺得有啲咩要補充嘅話咧，都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㗎喎，等我同時間跟大家學下嘢都好啊嘛。我每一個留言都有睇㗎。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影片咧，記住俾個 like 支持下我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之後我仲不定期會有更加多呢類型嘅影片㗎，同埋唔好唔記得 follow 我嘅 IG， 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